歡迎大家馬迷嚟到贏彩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第75個賽馬日，2025年5月28日，星期三晚上6點40分，跑馬地9場嘅賽事。第一場1200米5班，我哋挑選嘅馬派近戰跑過一次第二，呢個奧文排呢個9檔4號連心星。第二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賀銘年排呢個1檔8號威武良區。第三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三，配呢個艾少禮排呢個6檔11號旋風飛揚。第四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配呢個楊明文排呢個7檔12號前鋒。第二場1200米5班，我哋挑選嘅馬派近戰跑過一次第三，配呢個艾杜拿排呢個6檔3號鑽石寶寶。第二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奧文排呢個9檔4號天火同心。第三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，配呢個奧爾文排呢個7檔6號快樂奇兵。第四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二，配呢個蛙島排呢個2檔9號進優自在。第三場220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派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奧爾文排呢個5檔4號富起來。第二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兩次第三，配呢個田泰安排呢個2檔7號戀之友。第三匹近戰跑過兩次第二，一次第三，配呢個艾少禮排呢個8檔10號客家之光。第四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康寶新排呢個3檔11號歡喜福星。第四場120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派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奧爾文排呢個2檔4號有運行。第二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奧文排呢個3檔5號雷神太保。第三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艾少禮排呢個8檔6號鼓浪好友。第四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三，配呢個黃志雲排呢個11檔8號比吉星。第五場165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派近戰跑過3次第三，配個梁家俊排呢個3檔1號型好威風。第二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奧爾文排呢個4檔2號新榮之星。第三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，配呢個艾杜拿排呢個1檔5號超眼光。第四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配呢個巴寶排呢個9檔8號肥仔精神。第六場120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派近戰跑過兩次第三，配呢個奧文排呢個6檔2號勁進非凡。第二匹近戰跑過兩次第一，一次第三，配呢個巴寶排呢個4檔3號智勝攻略。第三匹近戰跑過兩次第一，配呢個艾少禮排呢個5檔5號妙玲瓏。第四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蔡明少排呢個1檔7號駿馬之寶。第七場1650米3班，我哋挑選嘅馬派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，配呢個艾少禮排呢個3檔2號唯美主義。第二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配呢個霍雲星排呢個2檔3號博望多。第三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三，配呢個希威森排呢個6檔7號傑出群英。
第四筆近戰未入過三甲，到呢個梁家俊排呢個七檔9號海明神區。第8場165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牌係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兩次第三。到呢個黃志華排呢個4檔3號滿心星。第二筆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到呢個田大漢排呢個9檔5號奮鬥輝煌。第三筆近戰跑過一次第三。到呢個艾道拿排呢個7檔6號猛將興。第四筆近戰跑過一次第一。到呢個奧運排呢個5檔8號標誌。第9場1200米3班，我哋挑選嘅馬牌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到呢個霍雲星排呢個11檔1號飲杯。第二筆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兩次第二。到呢個花島排呢個5檔3號朝朝醒。第三筆近戰跑過一次第一。到呢個蔡平少排呢個1檔10號超霸勝。第四筆近戰未入過三甲，到呢個田泰安排呢個2檔11號梅多利高。最後多謝各位馬迷收聽同埋收睇，多謝晒支持我哋嘅頻道。如果想大力支持我哋頻道，請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助我哋嘅頻道可以持續發展。多謝晒大家。